Hello，名人國際電視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Vivian Lu 盧曉音，大家都叫我辣椒仔，好開心啦！今日呢係呢一個6月12號嘅2026年啦，喺呢個迎賓大酒樓71465街嘅一個迎賓大酒樓度舉辦咗我嘅呢一個演唱會啦，live演唱會。呢一個內容係雙親節，即係爸爸媽媽。母親節同埋父親節嘅一齊嘅慶祝嘅慶典嚟嘅，咁呢次嘅雙親節大家都好鋪場，都嚟到辣椒仔嘅演唱會，大家都玩到唔想返屋企，而家11點，大家仲喺現場，非常開心，辛苦晒我哋嘅工作團隊啦，再一次多謝我嘅 Eason Cool Production， 我哋嘅 EK Production 啦，Melissa 我哋嘅佈置啦，同埋威信車行嘅支持啦，邑睿媒體啦，同埋我哋呢一次 MCI 世界華裔小姐競選呢，今日我哋都喺現場有呢一個抽獎活動㗎。咁 Vivian 呢都會擔任呢一屆世界華裔小姐嘅舞台總監同埋首席評委嘅。咁嚟緊呢，有更多嘅動向，可以希望同更多嘅華人，我哋本地嘅華人一齊分享我哋華人嚟緊嘅更多嘅娛樂同埋盛事。今日非常開心，大家都除咗捧場之外呢，大家都係非常有孝心㗎，因為呢一次嘅節目。活動係圍繞住爸爸媽媽，係同屋企人團聚，可以一齊坐住食飯、飲杯小酒，同埋去聽好歌嘅。咁多謝大家捧場啦！再一次希望我辣椒仔可以再俾更多嘅唔同嘅舞台俾大家睇，可以嚟緊多啲關注我哋嘅名人媒體、國際電視同埋 Vivian 盧曉音。多謝，我係辣椒仔 ，thank you。好，有請 Vivian。曾在
更多更多渴求，會有更多報酬，更多更多享受，為什麼不追求？每天一新星球，不飛你小宇宙，震破世界木頭，有勇氣請追求，更多更多渴求，會有更多報酬，更多更多享受，為什麼不追求？每天一新星球，不飛你小宇宙，震破世界木頭，有勇氣請追求。魔法令昨天今天各有風格，令實聽於一百的方法，就是有難。將平凡成為風的帆，將搖籃成為藍天的藍。Here we go， 世界會變不翻世界。為什麼不追求？每天有新星球，不飛你小宇宙，震破世界木頭，有勇氣請追求，更多更多渴求，會有更多報酬，更多更多享受，為什麼不追求？每天有新星球，不飛你小宇宙，震破世界木頭，有勇氣請追求。成為風的帆，將搖籃成為藍天的藍，世界會變不翻世界。更多更多渴求，會有更多報酬，更多更多享受，為什麼不追求？每天有新星球，不飛你小宇宙，震破世界木頭，有勇氣請追求，更多更多渴求。會有更多報酬，更多更多享受，為什麼不追求？每天有新星球，不飛你小宇宙，震破世界木頭，有勇氣請追求。One more time。會有更多報酬，更多更多享受，為什麼不追求？每天有新星球，不飛你小宇宙，震破世界木頭，有勇氣請追求，更多更多渴求。會有更多報酬，更多更多享受，為什麼不追求？每天有新星球，不飛你小宇宙，震破世界木頭，有勇氣請追求。Here we go。冷春風，我心因何怒將風，說不出這走相隨。回頭只是夢，無法彈到，而絕望了，褪色轉變錯。像花雪美紅，如冰雪不動，對象有無數説話。可惜我聽不到。
到多謝時間點過。Thank you。夜空中，無處我難尋地方中，回頭一先，彼此被動，逃避忘記，對色照片中。有無數説話，可惜我聽不到。是否走前路，還我心怎麼可以咁傷痛？